来继续来看农委会防检局讲来告国民党，因为国民党的面册抛出一段影片，是猪仔食三肉精，情绪激动，安尼起踹起谩骂。也毋过农委会讲，这个影片是美国的动物组织用来探讨胎猪的流程，甲三肉精无关系，这是100%不实的影片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呼吁国民党爱甲这个影片甲摕掉。也毋过国民党回应讲，因有来查证过，才来铺这个影片，而且国民党嘛无变做影片，所以袂甲影片摕掉。国民党更加是带队大动作，向陈吉仲来呛声，要求农委会就爱撤告道歉。主席宣布散会，国民党立委却是无想要刷，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出来讲清楚，因就是针对这段影片。影片内面这粒猪仔一直带国民党的面册，写讲这是三肉精强烈的副作用，讲这粒猪受到折磨。农委会防检局认为讲这是假消息，随报警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伊的看法是安尼。 是针对所有美国农业部门在推动快速屠宰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道的这个福利的议题，从头到尾3分钟，没有一句话莱克多巴胺，100%是不实的影片。我们希望国民党尽快的把这个影片下架。 国民党党团嘛回呛，凭营利公司呢出资有喂食瘦肉精，他们屠宰场也接受喂食瘦肉精的猪前来屠宰，那时候造的，2015年。嘛讲要看这段影片进前，国民党有经过查证。我们是不可能下架，因为那不是假的，是不是因为含来剂的饲料造成的？这个可以讨论。 但确实那个是实际拍摄到的。影片是真的还是假？双方的讲法无同款，这个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去证明。